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茅山吕山派百福堂的黄道乾。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去见面，没有复杂的风水语录，没有羞涩的命理口诀，我只想和你们一起去聊聊一个藏在深山门派里的人为何会在今年选择出山。我师从茅山吕山派正宗，是门派当代唯一的嫡传弟子。何为嫡传？不是随便拜个师学些皮毛，而是从3岁起便被掌门师祖收为亲传，口耳相授，一脉相承，守着门派1000年的规矩，藏着不对外传的秘传心法。我们这一门派向来隐于世间，不涉红尘，不追逐名利，历代弟子皆在山中苦修，不问世事，只守着祖师爷传下来的道。师父常说，学门之人须观天地，察世道，时机不到，不可轻易入世。而今年刚好时逢9子离火运，赤马红羊之岁，我看了世间百态，看着太多人困在情感里，陷在迷茫之中，为一段关系辗转反侧，为人生方向焦虑不安。我忽然明白师父说的时机到了。我不是只会教大家怎么去摆罗盘，怎么去调整家具，这些枯燥的知识没有人愿意去听，也解决不了你们心里真正的苦。我是吕山派嫡传，我懂的是人心，是运势，是藏在表现下的因果。我见过太多人，不是运势不好，是看不清自己的本心，不是前路难走，是被情感困住了脚步。这些年我在山中苦修，我见过无数有缘人的过往，听过太多的悲欢离合。有人因一段错的关系耗尽自己，有人因迷茫选错了方向，有人在低谷里看不到希望。我们这一门派常说，一个人的风水核心，气要顺，人要安。风水的本质就是环境能量学，让空间变得舒服、顺畅、干净，人自然就会顺。而我作为嫡传弟子，祖师爷传下来的本事，不是用来炫耀的，是用来渡人的。今年江湖缘起，我决定出山，就是想要把老一辈人传下来的本事用在实处，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少走点弯路，少受点煎熬。在这世道纷乱之时，用我嫡传的眼界，门派1000年的积淀，帮助那些陷入迷茫、困在情感里找不到方向的人拨开迷雾，看清本心。我不讲那些听不懂的风水大道理，我只会和你们一起去聊人心，聊情感，聊人生的方向，用我看尽世事的眼光，给你们最直白的点拨和最真诚的指引。你们的情感困惑、人生迷茫、运势起伏，在我这里都能找到答案。这答案不是空乏的心灵鸡汤，也不是故弄玄虚的说辞，而是我秉承师门1000年的传承，结合人心、气运和因果，为你精准梳理出的根本解法。我会帮你看清纠缠你的根本所在，明白为何诸事不顺，情感反复，前路难行，再用最直白、最落地的方式，告诉你如何调整心境，理顺气场，破局转胜。不管是在感情里的反复内耗，在事业上的犹豫不决，还是在生活中的诸事不顺，心神不宁，我都能为你拨开眼前的迷雾，点醒迷局，让你知道该放下什么，该坚持什么，该如何调整自己，真正做到心定气顺运开，不再被迷茫和焦虑牵着走。我是黄道乾，茅山吕山派正宗嫡传弟子。今年我入世而来，只为渡有缘人。往后的日子，我会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慢慢聊，不慌不忙，
不吹不擂，用我嫡传的本事护你们前路顺途，情感圆满。我是黄道乾，一个真正有门派、有传承、懂人心的风水师。关注我，谢谢大家。